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？你把那个双儿姑娘接回家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双儿姑娘是暂住在这里，过些时日，她自觉无聊也就会离开了。那她什么时候走？什么时候？怎么？你与这双儿姑娘有过节？我不管，反正呢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难道是吃醋了？我吃醋？切！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先把话说前面，你别哪天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呢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哼！哎，妹子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一帮臭男人！哼！王爷，我查到了，这双儿背后果然有玄机。快说。双儿在几个月前就进城了，进城之后就住在二王爷别院中。我听说他经常与二王爷在别院中私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日在仪式上，二哥与舅父一唱一和的，我就知道此事之中必有蹊跷。王爷，既然此女有问题，我去把她赶走，以免晴柔更加误会。不必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王爷也是贪恋她的美色吗？王爷可别忘了，你已经有我晴柔妹子了。你先莫要着急。我问你，比如这咬人的猛虎，你是将其放归山林呢，还是关在笼子里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与其将他赶走，不如放在身边，以便更好的防范。哼，你明白就好。对了，我赶快去给我晴柔妹子解释，以免她更加误会。慢，晴柔姑娘向来心直口快，若是让她知道了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可是王爷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，他肯定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无妨啊。我倒想看看尹晴柔这坛醋到底有多酸。王爷，何事啊？双儿姑娘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双儿见过王爷。双儿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何事？双儿见王爷这几日每日操劳，便吩咐小厨房炖了碗鸡汤，给王爷补补身子。双儿姑娘有心了，本王先谢过，鸡汤先放下吧。王爷，双儿有些话想跟王爷说。但说无妨，本王自然洗耳恭听。坊间有很多关于双儿的传闻，不知道王爷是否知晓？哦，是何传闻？不曾听过。坊间都传闻说，双儿与凌尘王有染。但是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双儿与那凌尘王是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哦，你与二哥之间有何冤仇啊？当日那凌尘王在双儿家乡逛灯会时见过双儿，从此便心生歹念，一心要纳双儿为妾。可当时双儿已经许配了人家，是断不能从他的。凌尘王知道以后，便伙同知县将我那可怜的夫君下了狱。之后，我夫君不甘受辱，冤死在了狱中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他还威胁我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双儿无可奈何，为了保全一家老小，只能从了他。竟有此事？那你可曾报官？报官？官官相护，谁敢告他？王爷，自从双儿第一次见到王爷，便知道王爷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
请王爷为双儿做主。此事非同小可。若你所言属实，本王定将还你一个公道。李章，在，扶他下去，好生安歇。是。谢王爷。真的假的？他真的这么说吗？是啊，言辞恳切，就连我这个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。我的天，他都能拿奥斯卡了！奥斯卡？哎呀，就是我们家乡那边一个说瞎话表演状元奖。哦，对了，仙人旗怎么讲？王爷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一定要将此事过问清楚。李大哥，你一定得信我，这孔双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你一定得处处提防啊。放心吧，那李章先告退。好，李大哥慢走。哎，晴柔，你来啦？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还不是因为那个孔双双。我听阿广说了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你俩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那可不，而且现在王府上下的人都夸他有礼貌，说他是大家闺秀。真的假的？他还能有礼貌？他现在啊，到处逢人就讲自己悲惨身世，说什么为救自己的母亲甘入虎穴，然后还英勇献身来着。我去，这娘们演古装戏演出毛病来了吧？我看我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王府的，所以大同，等我流落街头，你一定要收留我。哎呀，晴柔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这乐天斋啊，本来就是你的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晴柔，你可不能老是这么被动挨打。咱们现在穿越到古代了，大家都平起平坐，凭什么只能让他作威作福啊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如果我们跟他斗的话，那穿越回去怎么办？那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吗？哎，大不了不干呗。这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明星一个剧组，咱呐就在这儿把钱赚够了，等穿越回去还用看他的脸色呀？你说是吧？对呀。那大同，你一定可要多多挣钱啊！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哎，话说这三王爷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他倒没说什么。哎，晴柔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如果这穿越回去的关键真是这皇族宗祠里的什么宝贝，要想得到它，可不容易啊。更何况你现在还不是什么王妃，所以啊，这关键还是这三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现在不是正为这事儿烦着呢吗？阿广，晴柔，你怎么了，阿广？这些还不都是孔双双要的胭脂水粉，可沉死我了！这些都是你买的？哪儿啊？他嫌厂里的胭脂水粉都不够细滑，怕伤了他那吹弹可破的小脸儿，所以从香膏到腮红都让我样样亲手做给他。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一刻都没歇过，快累死我了。那你干嘛听他的话呀？我这不都被他逼的吗？不行，我们得反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红色还是黄色啊？你说的倒容易，怎么给他颜色看啊？阿广，你试过辣椒粉、腮红吗？你这是要弄死我呀，姑奶奶！瞧你那点胆儿，还想不想翻身农奴把歌唱啊？我当然想啊！我现在就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后槽牙发紧。那你一切就听我安排吧。我现在呢可是准王妃了，仙人旗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在这个灵齐王府里，我现在是最大的了。那你可得罩着我啊！放心吧，就等着你放开手脚，大干一场啊！得嘞，看我不整死丫的！双双姐，做个东西那么慢，你少挨呀！哟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您吩咐的东西我不得认真做啊？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
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儿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儿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到夜湖吧。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刀工户。好啊。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
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秦柔，秦柔，哎，王爷，哎不，太子爷，您怎么来了？秦柔一定来过吧？他人呢？晴柔他是来过，不过那是2天以前了，好久没见着他了。秦柔可曾来找过你？王爷，晴柔没有啊？怎么了？当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？你们又吵架了？明天就要成婚了。哎，王爷，四弟啊，三哥，秦柔她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先别着急，想想秦柔都有可能去哪些地方。昨夜我就发现她有些反常，我本以为她是因为我被册封为太子的缘故，怕我日后疏远她，所以并没有在意。三哥，我，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对我说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几日前秦柔她就找过我，还说让我跟你齐心协力，我当时就没当回事儿。现在细想起来，她其实早就有离开的准备了。你为何不早告诉我？秦柔她一向一惊一乍的，我哪知道她哪句话是真的呀？都怪我，你别急，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找找。这不怨你，错在我，都怪我。哎，姑娘，看你一脸福相，想必有什么喜事，不如听我算一卦，预知一下未来也好啊。我算的可好了，这价格嘛，也绝对是童叟无欺。哎，姑娘，如何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有喜事儿了？我脸上明明写着4个大字：离我远点儿。哎，姑娘，哟，原来是有麻烦事儿啊！不怕，听我念一段经文，保证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1本经300文，2本经就共500文好了。可是师傅啊，我没有钱呢。我呢是进京投奔亲戚，不料途中却被人偷了钱财。不如师傅你就借我几百文可好？哎呀，姑娘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原来呀，我们是同道中人呐。同道中人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镇子没啥赚头，我劝你多走20年，有的挣。凡事放宽心，没有过不去的。包子，新鲜热乎的。老板给我来10个包子。好的，10个包子，20文。好。不会没钱吧，姑娘？谁说的？我改天再来买。没钱买什么包子？哎，你这小子，我真是个骗子，不是，是个小偷。哎，真是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的。救命啊！你跑！出来！这不是荣家的公子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听说他家遇难了。是啊，没错，这个荣家呀，也不知道得罪了何方权贵，全家都被流放到3000里外。哎，他俩这是怎么了？让你别跑，听见了没有？说不让你跑，你跑！跑啊！这刘家大小姐从小一直都钟情于荣家少爷，这荣家少爷呢，对她始终是爱答不理的。是吗？自从荣家落难了，这刘家主动上门找到荣家，让这个荣家少爷入了赘。既然入了赘，那他就是
刘家的人了。不让你跑，就让所以啊，这才躲过了流放这一劫啊。说不让你跑，跑，抓！身为一个男人，居然为了糊口委身一个女子，哎呀，竟然还被她姐妹调戏！哎呀，我让你跑！喂，这位公子，干嘛？哎，这位公子，你说你这样寻死对得起谁啊？你说你对得起救你的刘家吗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吗？对得起你口中的列祖列宗吗？对得起你荣家死去的183口吗？你说你对得起谁183口。姑娘，我家就没那么多人呢。一般电视剧中说的都是183口，说顺嘴了。什么是电视剧啊？电视剧呢，就是唱戏的。什么？别打岔！怡红院里的姑娘有几个没被调戏过的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被调戏一下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弱女子尚且能坚强的活着，你一个男子汉却在这寻死觅活，你丢不丢人呐？丢不丢人你？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寻死，心智成熟的人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讲完。掌声在哪里？姑娘说的对，只有心智不成熟的人才会自己寻死，而成熟的人是会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的活着。听见了吗？啊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这位刘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啊，不知道您的那位朋友与您的容貌相比起来如何啊？他能跟我比吗？我们两个简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是地下。我可是我们朋友圈最苗条美貌的女子。哎，那这位公子，说实话，他对你到底好不好？其实也挺好的。有道是他好，我也好啊！懂了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行了，你们就回去好好过日子吧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，也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，你该长大了，记住没有？哎呀，你好像我家中的老母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说什么呢你？老板，来屉包子。好嘞，来了。走。哎，四弟，我府上的事就交给你处理，我要去找青柔。不行，三哥，你刚刚被立为太子，朝中本来就有些反对的声音。他若你此事一走了之，那些人更不会善罢甘休了。就是，那些御史整天吃饱了没事干，就知道找事儿，无事都能掀起3尺浪。你这不是把县城的把柄送到他们手里吗？皇上要是知道了，该多失望啊！可秦柔怎么办？难道就放任他在外面漂泊，坐视不理吗？倘若真的出了什么事，那可如何是好？三哥别急，不如把找秦柔这件事交给我和尹浩吧。我认识3教9流的朋友多，让他们四处打听一下，必定会有结果。再说，让你亲自找到了秦柔，还没等你们成亲，那些御史的口水就会把你们给淹死。三哥，难道你想让秦柔背上一个不贤不良的名声吗？哎，就剩7、8个包子，只能吃2顿。我好可怜。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想办法赚到钱。哎，这有包子铺，难道要去这样的地方打工吗？不太好吧。
你说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，太吓人了！哎，你们看，来了个人。哎，姑娘，这地方可不能乱走啊！这村子啊被诅咒了。诅咒？什么诅咒啊？姑娘，听你这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难怪你不知道啊！这村子被诅咒的事情啊，周围的几个村子都知道了。这不，我们几个村子决定派几个人出来，轮流在这里盯着，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，再感染了别的村子。对，现在都不让进了。对呀，要说这个村子被诅咒的事啊，从几年前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只是有点牙龈出血，啊，还有点那个口臭，大伙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后来啊，那些被传染的人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眼神痴痴呆呆的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再后来，那些人啊，他们就出现了那个耳聋眼瞎，其中有的人，他跟发了疯似的，他自个儿就往那河里跳，可吓人了。是啊，这还有更离奇的呢。这个村子里的猫都会跳舞，走起路来它像跳舞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倒地、打滚、撒泼。再后来，它就往池塘里跳。直到现在，这个村子里的狗啊、猫啊，反正是牲畜和动物，基本上都死干净了。医学专家指出，汞中毒除了会对肾脏造成伤害，从而导致肾病综合征。哇塞，亲，你换了乐视 TV 超级电视哎，好厉害哦！这样行了吧？同时，专家还强调，汞中毒引发的肾病，我是让你看画面呢，你没看见上面那些猫啊狗啊的都跟疯了一样？你看，这叫汞中毒，这些狗啊猫啊都像疯了一样往水里跳，这不是诅咒，他们是中毒了，而且很严重。不过尹晴柔，这关你什么事儿？还是绕道走吧。不行，那是上百条人命啊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那我不就是造了6、700级？小女子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进去看看。走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姑娘，你不能进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别，姑娘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。你等我一下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有外人进村了！哎，别喊了，我是来帮你们的。外人？怎么回事？谁啊？快说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们长河村？对啊，你干嘛来？是啊，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我是自愿的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。这帮我们？谁要你好心呢？你与我们非亲非故，不怕被诅咒，反而过来帮我们，肯定有阴谋。不是的，你们这个不是诅咒，是中毒了。虽然很严重，但是还是能治愈的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的。哼，你来帮我们？是来毒死我们的吧？然后一把火把我们长河村给烧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十里八村就都安全了？不是的，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村子拿钱雇你来的？不是的啊！这重赏之下，这是必有勇夫啊！我说姑娘，你就不怕出门掉河里？把他赶走！走！不是，走，快点走！我真的是来帮干嘛？独孤，别这样，他们很可怜的，我真的想帮助他们。他是谁啊？咱们别着急，万一他真是来帮咱们的。青柔，听我劝，离开这儿吧。这个村子连最好的医馆都治不好，更何况你一个弱女子。你要执意进村的话，自己都可能被传染上。不行，独孤，我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要不你先走吧。青柔，算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谢谢你，独孤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大家治好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为什么相信你啊？哎呀！这里可比王府差远了。哎，独孤，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我一直觉得身后有人，难不成是你啊？早上我去王府，刚好看见你从墙上溜下来，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又不好阻止，所以只有一路跟上来。我是怕你有什么危险。不过独孤，刚才还是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出现在村口，
我还真的挺麻烦的。青柔，你真的想好了，以后不再回王府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再也不回王府了。反正我有手有脚，我可以自食其力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赶快治病吧。走吧。请大家相信我，只要按我说的做，10日之内一定会有所好转的。姐姐，你真的能治好我的病吗？我可以和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吗？当然了，只要你按照姐姐说的做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那我讲一下治病的方法吧。首先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再饮用村里的河水了。如果口渴的话，打上来的水，先在水里面放一些木炭和划开的仙人掌，等沉淀沉淀再喝。因为我怀疑这毒就出在这水里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谁要毒死我们？对呀，亲，不是谁要害你们，而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。当务之急呢，我们就先把毒给解了吧。大家回去以后呢，首先要将麻油、鸡蛋清和豆浆搅拌在一起。头几日呢多喝一些，后面呢再逐渐的减少。日常生活中呢多吃胡萝卜，多喝豆浆和牛乳。我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了。等我想到其他的，我再告诉大家。有些原料呢村里面没有，我现在就去买回来。大家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。算了，反正都是一死，无非早晚的事儿。哎，看这姑娘倒是挺面善的，不如待会儿让她先试试怎么样？试试。行，那就先试试吧。既然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不负众望的。那我们就相信你了啊！那大家就散了吧。对，准备吧，大伙啊！准备。走。看来还是我去吧。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又不知道买什么，你就留下来照顾他们吧。好像某人的钱袋被偷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啊？那你干嘛不帮我抢回来，害得我饿肚子？我也是看到你付账的时候拿不出钱，才想到前面那个人是贼。我也不知道。怎么，生气了？我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我是要给你写你需要买的东西呢。杜哥，青柔，牛乳不太好找，只找到这些，但其他的都齐了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值得鼓励。把这些给我吧，我让他们分发出去。千万不要再喝井里的水了啊！谢谢。大哥，来，一定要多吃胡萝卜。谢谢。大哥，你得多喝点。好。谢谢。没事。谢谢。哎，小石头，来。哎，小石头，姐姐，我的牙齿会好起来吗？当然会了。你现在到了换牙的年纪，等到你牙齿好了以后，刚好可以换牙。所以说到时候你可以跟外面的小朋友一起玩啦。姐姐，你懂得真多，你是天女下凡吗？姐姐可不是天女下凡，姐姐是个普通人啦。好了，你过去玩吧。对了，青柔，他们今天能遇到你，真是很幸运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能给人带来好运呢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！我只是恰好了解这个病因了，而且我觉得冥冥之中，仿佛上天都要我过来给他们治病。不过啊，治病这个东西呢，也要心态，心态好呢，连癌症都能抗愈呢。癌症为何物啊？癌症呢？癌症就是一种小恶魔啦。哦，我们身体里呢有成千上万的小恶魔，那这些小恶魔呢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所以啊，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了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的确是听得我一头雾水。不过，青柔，你真的很能看透别人的心思。大侠谬赞了，小女子只是现学现卖啊。
那为什么你看得透别人的心思，却对不起自己的心呢？这世界上好的男人除了谢延琪还有很多，为什么你就不能考虑别人呢？独孤远，你不会是在毛遂自荐吧？什么？不行吗？哎呀，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谈恋爱这种事情，太伤元气了。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谈恋爱。轻柔，我是不会让你受伤害的，我会保护你，你应该懂我的心思。可是相爱这种事情不是保护不保护这么简单的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单方面的付出只可能是零。我听过一句话，我现在说给你听吧：所有的烦恼呢都是自找烦恼，所有的问题呢也都是时间的问题，时间啊会解决一切烦恼的。所以啊，你我之间就不要再自寻烦恼啦。哎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一场攻坚战呢，加油！晚安喽，拜拜。晴柔姑娘，晴柔姑娘，晴柔姑娘，你看看我的牙，是不是好多了？晴柔姑娘，你看我那也比以前好多了。还有咱家那老伴儿啊，那嘴他也不臭了。我代表全村的人，真的好好感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你看当初我们对你……没关系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不都好多了吗？我就放心了。再说这才几天啊，你们就都有所好转，再坚持下去，我相信一定会痊愈的。我们相信，晴柔姑娘，真的好好谢谢你啊！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没关系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给您来这颗行吗？您看这颗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！哎，您看着啊，高高的，拿回来孩子玩玩啊！再来啊！青菜，孟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哼，你还好意思来问我？你明明答应我，只要我出面举报凌晨王，事成之后你就跟我回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。可为什么我前脚从皇宫出来，后脚就被人追杀？幸好我留个心眼，让弟兄们暗中保护，不然我早他妈见阎王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演，继续演。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？啊，戏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说，是不是你跟凌晨王串通好了来谋害我？孟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跟那凌晨王又是什么关系啊？老大，我是个现代人，我又不是古代人。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谢延辰好歹也是个王爷，以你的小心机，你肯定是认为做王妃比做压寨夫人要强吧？你既然知道谢延辰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你肯定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，把我像宠物一样送给灵气王。这样的男人，我能相信他吗？而且，你说咱们两个总归要一起穿回现代的，你怎么就分不清谁跟谁一伙的呢？别说他谢延辰是王爷，就算他是皇上，老娘也不稀罕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还怕我穿回去以后，他谢延辰的魂儿老缠着我呢，再分分钟跟我来一出神话。你也不好好想想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哎，你刚才说有人追杀你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哼，就那几个怂货，还不跟我弟兄们练手的呢。我就知道你孟导有本事，到哪儿你都吃得开。对了，我刚才一路跟踪你到这儿，这好好的王府你不待着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？我担心晴柔嘛。晴柔，她怎么了？这件事儿一言难尽，反正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些错事，晴柔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了。你也知道，
只有他知道咱们穿回去的关键，所以我想来这儿找找他，把他带回王府去。这还不简单？你交给我，我把他绑回来。你还真是当土匪当上瘾了。你能绑得了他的人，绑得了他的心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帮我个忙，去灵齐王府送个信儿。哼，我才不去呢！他谢延辰已经布置好了暗探，我这一去，有命去没命回。哟，刚才谁吹得那么牛啊？怎么，一到真事儿怂了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去，那也显得我太不爷们儿了。不过去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压压惊啊？哎，这青天白日的，影响多不好啊！这样吧，我住城北的客栈，你晚上过来找我吧。可以，那我去之前，你可得多买点酒菜，今天晚上好好陪陪我，知道不？谢延辰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青柔，你真的很有办法，村民们都好的差不多了。也不全是我的功劳。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帮助别人，快乐自己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是哪个闲人闲着没事儿写的这句话呢，现在想来很有道理。看到他们有所好转，我心里真的很开心。哎，对了，就像是那样，你送了我一朵玫瑰，然后你手里还有玫瑰的香味儿。你是在暗示我，可以送你鲜花吗？就是阿广说的你们的那种习俗。阿广连这个都告诉你了，他还真能聊。说起阿广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阿广一定过得很好的。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哎，你折腾啥呢呀？孩子刚睡又醒了。来，娘，我没有，你看他都尿了我一身。不，哎，你听，其实那就是生活的声音和味道。啊？什么？我啊，就是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，没有那么多复杂，也没有那么多阴谋，每天只想着柴米油盐、吃饱穿暖的问题就够了。其实，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。真正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，穷人有穷人的忧心，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一切皆是有代价的。独孤，你说你又有才华又有钱，武功又高，然后还懂医术，就你这样的人还会有烦恼吗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没有世外桃源的话，那你想象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一个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，喜欢一个不知道何时才会属于我的姑娘，但我会继续追求，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。太子，下人一早开门发现了这个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就算是虎穴，要闯上一闯。那属下去通知尹浩，带人一起去吧。不用，这信上说，只要我一人去便可。我怕，倘若对方真的是绑匪，带了人去，反而会害了青柔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。好，李章，你去找一下独孤。独孤先生来无影去无踪，属下也多日没有见到他了。唉，罢了。太子殿下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，
青柔呢？太子殿下果然深情，为了尹晴柔那个臭丫头，也值得太子殿下一个人前来孤身冒险。殿下果然是情深意重啊！你是何人？青柔为何在你手上？谁说尹晴柔在我手上？那你要本王来做什么？要你来是要告诉你，尹晴柔虽然不在我手上，但是我却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，又与何人在一起。那你快说，她在哪儿？与何人在一起？殿下莫急嘛，我若告诉了你，又有何好处呢？别绕弯子了，想要什么？说。我只要太子殿下一句承诺，倘若有朝一日我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还望太子殿下略施援手。笑话！若有一日你要本王为非作歹，本王也要答应你吗？哼，这就要看太子殿下对尹晴柔的感情到底有多深了。据我所知，那独孤园对尹晴柔可是什么都放得下的。够了！哼，本王答应你便是。口说无凭。倘若他日有难，拿着这块玉佩来找我，本王必一诺千金。如此，那我就先谢过太子殿下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青柔在哪儿？太子殿下，前面就是长河村了。嘿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，这个村子已经被诅咒了。是啊，大胆！我看谁敢阻拦！三哥，三哥，你不能进去，你的安危关系着江山社稷和祖宗基业。这样子吧，还是我进去，我一定把青柔给带出来。太子殿下，四王爷，你们都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吧。青柔好歹也是我的义妹，最应该我去。还是我进去吧。你们让开！你们谁都不许进来，否则按律处置。哎呀！青柔，如你所愿，本太子亲自接你回去，你还不快快谢恩？不好，尹青柔，你大胆，竟敢大婚当前，私自出走，让我堂堂一国太子颜面何存？青柔，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，我不怪你。姐姐，姐姐，外面来了一个奇怪的哥哥，在那里自言自语的，好像不是我们村的人。你这些天是怎么过的？可染病了？你这么怕染病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很清楚，我为何而来，你也很清楚。青柔，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难道我连一句后会有期也不配听到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我配不上你。那些繁文缛节我都不会，他们也肯定会笑话当朝太子会捡一个野丫头做太子妃的。而且我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多，感情也会越来越淡。其实有些时候也不用说再见的，遗忘是给彼此最好的纪念。你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心，也许偶尔会想起我，但时间久了，
你就会淡忘我的，然后你还会找一个跟你门当户对的女子。也许门当户对对你来说很难，但是你要用心找，你肯定还是找得到的。她一定会比我贤良，又比我更理解你。谢言齐，你虽然是个冰块脸，有些时候又爱记仇，又有点小心眼，但是你肯定是一个好太子，以后也肯定是一个好皇上的，所以你还是想清楚吧。我记得某人曾经说过，再多美好的未来，也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。我谢言齐不想找什么门当户对的女子，我想找的人，她就在我眼前。我在乎她，我相信她也一定在乎我。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偷偷离开我，但我知道，绝不是她配不上我，而是她心中也有苦衷，只是她不说。而我呢，我也不会强求，我会等到她愿意与我诉说的那一天。晴柔姑娘，晴柔姑娘，你快去帮一下我们家小草吧！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牙齿又变得松动的厉害。之前那位先生去买东西又不在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你。行，我现在跟你去看看，走。晴柔姑娘，快看，昨晚我们家能喝的水都被喝光了，打水路途又十分的遥远。小草发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就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弟弟。谁知道这孩子可能口渴难耐，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到这河边，喝了这里的水，甚至用这水洗了自己的手和脸，结果他的病情又复发了。那水质变成这样有多久了？这要从3年前说起了。那个时候有人发现这山上有什么矿井，就有人在这里开采，后来来采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些人就地引火冶炼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从那个之后，这河水就再也不清澈了。原来如此，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，只能通过木炭和仙人掌来净化水源。哎，如果能让水从木炭上流过的话，那样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了。可是如果把木炭直接丢到水里，这也不太现实啊，况且也没有那么多木炭啊。可以用竹筒，把竹筒劈开，里边固定好烧好的优质炭，再把一个个竹筒衔接好，放在水流经过的地方，让水流通过竹筒流过，这样就是净化水了。哎呀，你太聪明了！哎，对了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铜盆、铁盆的？然后全部把它们砸碎，砸得越细小越好，然后全部丢到水里，这样也可以净化水源的。青柔姑娘，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别说我们没有，就是有的话，我们也舍不得给你啊，因为这东西都是些稀罕之物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急，我去想想办法。贤齐，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我为什么会知道那些方法来净化水源？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只是中毒，而不是被诅咒了呢？还有，你就不好奇吗？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何从天而降？若是以前，我会好奇的，我会想知道你为何如此不懂规矩，还不懂礼貌。包括那日你从天而降的时候，我的确怀疑过你的来历，怀疑过你为何如此与众不同。可现在，我对这些都不在意了，因为在你出现之前5年多的日子里，我一直纠结于过去的情感之中，难以自拔。可自从遇到了你，我发现我生活中每一天都是不同的，每一天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。若是在以前，你的身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，
但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想知道，因为你就是你，你就是原本的桑王妃，你就是现在的太子妃。情感这东西很玄妙的，该来的总会来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我想，也许我们就是对的人。你从天而降的那一刻，也许就是我们最正确的时间。佛经里不是说过吗？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换回今天一次擦肩而过的缘分。我可以不相信宿命，但我不能对我自己心里的声音置若罔闻呐。青柔，我希望你也能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之后，再做决定。啊，这个你拿着。倘若你愿意与我一同回去，明早就把它挂在你屋子前面的树上。倘若你不愿意，那就扔了吧。青柔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一定会尊重你做出的决定。待村民全部医治好之后，自然我会离开，不会再纠缠于你。那个谁，帮我刮一下呗，我又没有那么高，我还有点害怕呢。青柔，死我了！这上宫大人终于走了，你们家的规矩怎么那么多啊？怕苦啊，怕也晚了。既然上了贼船，想下去可没那么容易。谁怕苦了？我就是觉得不公平，凭什么我要学那么多规矩，你什么都不用学？那是因为我自幼便是在规矩中成长的，已成为习惯。我倒是非常羡慕你的肆意妄为。哎，你谁肆意妄为了？真是。哎，对了，冰块脸，你喜欢什么茶呀武夷岩。武夷岩？那你喜欢什么花啊？那当然是青龙卧墨池。青龙卧墨池？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约会，或者是怎么去约会呢？哎，就是你以前跟杜嫣然怎么约会的？算了，不说拉倒，我还不想听了呢。罢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们在一起就是谈谈谁的诗歌好，谁的琴声妙，偶尔也在灯会赏雪或花卉赏花时见上一面，其他便没什么了。你们男人果真都一样。你既然都跟他一起看雪、看月亮、看星星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了，
你都没有跟我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呢。本王没有，本王没有每年陪他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哼！罢了，本王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只和你一起看雪、看星星、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谢尔康。康是谁啊？本王答应你的，为何要谢他呀？你是不是脑子？好好好，说不定你以后的儿子的名字就叫谢尔康呢。谢尔康，倒还是个不错的名字。谢尔康。气死我了！老娘做了这么多事，竟然让你们破镜重圆了，也不说给老娘办个好人卡什么的。死丫头，先让你嚣张几天。要不是老娘告诉谢延琪你的下落，你哪有机会回到王府啊？还当上了什么太子妃？太子妃，太子妃！哼，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命享受了。连个破布都跟我作对，气死我了！穿越过来什么事都不顺，为什么是我穿呢？为什么是我穿？我为什么要穿呢？凭什么是我穿呢？凭什么要穿呢？因为不穿会冷啊。走着瞧吧。哎呀，终于有时间出去玩了。也不知道乐天斋最近生意怎么样，老周研究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没有？哦，对了，我呢要做一个扩音器，在婚礼上我要唱歌够。唱歌够？莫非你又要唱歌啊？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唱的不好听？没有没有，这歌声是十分动听。不过什么？怎么样了？人都安排好了吗？谢延琪呢？都安排好了，大夫一会儿就过来。我留下几个人照顾慕容姑娘。不过太子说先回房了，不用备饭了，他想静静。静静？哼，我还想闹闹呢。小姐，闹闹又是谁呀？哎，也没谁。对了，你说那个女孩叫慕容依允，对吗？嗯。你是不是认识她？这我也不认识，我就是听府上的老人说过几句。好像这位慕容姑娘是太子的旧相识。旧相识？有多旧啊？这个……哎呀，喜儿，你听到了什么你就告诉我嘛，你可是我的人。小姐，我也是听说的，可不一定。这个姑娘呢叫慕容依允，和咱们的太子殿下从小便是青梅竹马。可是皇后呢却一直不喜欢慕容家，也就牵连了对慕容依允的看法。但是太子爷很喜欢，而皇上呢也是支持的，还为他俩定了婚约呢。可是后来慕容家从上到下都频频获罪，男的呢发配到边疆，女的呢都被逐出京城。就在被放逐的路上，听说慕容大小姐突然就消失了，太子爷发了疯的去找，也没有找到。后来太子爷就变得冷若冰霜了，再后来太子爷就遇到小姐你啦。照此看来，这位慕容小姐应该是无辜的。毕竟她跟谢延琪的婚约在我之前，就从谢延琪这5年之内没有和任何女子亲近来看，她肯定是非常爱这位慕容姑娘的。唉，小姐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毕竟太子爷现在钟情的是你呀。我没有伤心，可是谢延琪曾经特别喜欢过他吗？小姐，那依你看，这次慕容大小姐回来到底什么目的啊？哎呀，猜来猜去，我们还是别猜了，等人醒了，不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什么？慕容家那个死丫头居然逃出来了？他们是怎么做事的？
是。皇后息怒啊！那个庄子5年来一直相安无事，前几日那个慕容一允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被人救走了。我再三嘱咐万事小心，结果到最后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娘娘，此事老奴也在追查之中。据之前的那个管事来报，这是有人暗中相助，帮他逃走的。这么说，那个丫头居然还有同伙了？岂有此理！启禀皇后娘娘，相国求见。快请。是。好了，这事我知道了。切记，慕容的事情绝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皇上和颜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参见娘娘。哥哥来的正好，想必哥哥也听说了慕容一允那个死丫头逃出来的事情了吧？略有所闻。但现在的麻烦不仅如此，现在他已经躺在了太子府，这才是最麻烦的。什么？他还敢去找琪儿？他把琪儿害得还不够吗？琪儿才刚刚过几天消停的日子，他真是个丧门星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快想想怎么解决此事吧。怎么解决？还能怎么解决？等他能爬起来，就速速派人把他送走。这次再把他送远一些，再把他看牢一些。娘娘，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他赖在太子府，就是不想被送走。他与太子青梅竹马，太子不会坐视不理的呀。这事容不得他，难道太子就不是我的儿子了吗？我绝不允许让慕容家那个逆子再来糟蹋我儿子。想给我做儿媳妇，下辈子、下辈子他也休想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这里是哪儿啊？我睡了多久了？姑娘，这里是太子的府邸呀。太子？对呀，我们三王爷如今是当朝的太子了。三王爷，颜启，现在已经是太子了。真好。真为他高兴啊！看着府里披红挂绿的，是因为颜启被册封太子了吗？那倒不是，是太子要成亲了，要娶太子妃。成亲？太子妃？颜启要成亲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了。我看姑娘还是好好休息吧，别多想了。我去给你拿药。舅舅，刚刚可是见了母后，不知母后的意思是？皇后对慕容家恨之入骨，她是不会让他娶她的。我想，她是要把她送到更远的地方看守。这慕容一允，他倒是搅乱了一池春水呀。
不过这样也好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倒不是一件坏事。王爷所言极是，他走了，对谢延琪倒是没什么，但是他留下来，对你我可是大大的有益啊！世上盛传他们海誓山盟，哼，我就不信，他谢延琪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再次送入虎口。谢延琪，我看你还能怎样？不错，舅舅，你说谢延琪他若找不到慕容依云也就罢了，可这个时候就活生生躺在他的大门口，想必他谢延琪也不会置之不理吧。可一旦他收留了慕容，那就是等于背叛了母后。那样的话，我谢延辰的机会也就来了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母后她向着谁。舅舅，你说是吧？是啊。慕容依云，我倒真该好好谢谢你了。太子殿下，慕容姑娘她……怎么了？慕容姑娘她自缢了。什么？慕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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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是想逼死我吗？我只是戴罪之身，皇后知道了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慕容知道你被立为太子后，很高兴，能在余生还能与你再见上一面。慕容也已心满意足，此生无害。还望太子成全于我。休想！我绝对不允许你自寻短见。太子，你马上就要大婚了，切不要因为慕容再与皇上娘娘起了冲突。自我到来至今，也已想清楚了，留在这里也只会让你为难。倘若慕容真的死了，也许对你我，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你不许说死！我已经经历过一回，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。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，养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母后那边，我自会处理。你安心调养身体。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延琪哥哥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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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怕直接上来跟你掐的，就怕慕容这种小白花啊！是啊，小白花，猛于虎也。你说我本来不想说的，就显得我特小家子气似的。可是他想死哪儿不成啊？偏跑到王府门口来，这不诚心给人添堵吗？谁说不是啊？还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死了，对大家都好。他如果真的想死，过去这5年当中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去死，还不就是提着那口气，想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王府？哼，
她的演技呀，真是要比孔少双还要好。咱们啊，应该给她颁一个奥斯卡最佳女配角。天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坑我呀？你说这小白花在外面5年大风大浪都没事儿，怎么一回到原来未婚夫家里就嘎嘣一下想挂就去了呢？你说她这倒是一走了之了，到时候外人怎么想我跟谢言齐啊？肯定说我尹清柔蛇蝎心肠，逼死前任什么的。到时候我又落得一身骂名。可不是吗？你想想，你到时候得多冤呐！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咱们毕竟不了解人家，也不能这么阴谋论，是不是？毕竟这又不是演电视剧，说不定人家真是想不开呢。哎，他怎么想根本不重要，关键是谢言齐那小子是怎么想的。我看呢，他根本就是有心。你看看他，一听到慕容依允出事儿，那个着急，那个关心，哼！哎，要不然你也上个吊试试？我才不是呢！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把戏，多幼稚啊！我才不跟慕容小白花一般见识。哎呦呦，你真有那么大度？要我说呀，你就是口是心非，现在心里指不定多委屈呢。来，你可别把肚子给气炸了啊！我可没有大力胶。这个臭喜儿，让他给我拿个苹果，他怎么拿这么硬的东西来？还说自己不在乎。等等，这是给慕容姑娘送过去的吧？是，小姐。把它给我，你下去吧。嗯。参见娘娘。哥哥来了。这几日，太子侍终未进宫处理朝政，也不知他府里的事处理得如何。啊，那慕容依允闹过一次自尽，但未遂被救了下来。那丫头心眼可真多。哼，我看她想死是假，想让琪儿留下来才是真。看来太子的意思是要留下慕容依允了。他休想！慕容那个贱坯子也配！尹晴柔呢？他就这么眼看着琪儿胡闹吗？尹姑娘还不是太子妃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所以未曾有所表示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最后究竟如何，还要看太子殿下。依老臣之见，哥哥有话但说无妨。皇上病重，太子监国不力，后宫不宁，这势必会影响朝中大局。依臣看来，还是让臣儿出来主持大局吧。这第一呢，他们是亲兄弟，可以相互信任；这二来嘛，娘娘对太子殿下也起到了警示作用，警示他看清当下形势。如若再一意孤行，那么太子之位……哥哥言之有理。若是琪儿还是这么3番5次的不听召唤的话，就别怪本宫狠心了。依云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到底要如何？我到底怎么做才会让你满意？你身边的那个位置，只能有一个人。有的人进来，就得有人离开。慕容来找你，是慕容做的不妥，你还是让我走吧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。但事实就是事实，事实就是你回来了，我就不能当它没有发生过。
是，我谢延琪是曾经对不起你，但我也试着去弥补和挽回啊。现在，老天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他从我身边溜走。我谢延琪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来人呐，在。送依允小姐回府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都不许放她出去。是。慕容小姐，请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昨晚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就说让他好好休息什么的。可他为何要离开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本来还想跟他多说两句的，谁知道他没说两句就晕倒了。再说今天早上他为什么走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腿长在他身上，我又拦不住，真是的，莫名其妙。晕倒？你不跟他说什么，他会晕倒吗？他已经服了多日的药，已经好了很多，怎么会突然间就晕倒了呢？你这么说，是我把他气晕了，我把他赶走了。谢延琪，你还真看得起我呀！这个家是你的，就算我想赶，我有资格吗？怎么，你承认了？你还真的是想赶他走啊？尹清柔啊，尹清柔，你知道吗？5年前他一家几百口人，问斩的问斩，流鞭的流鞭，就剩她一个弱女子，她出去能干什么？就若是出个3长2短，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我凭什么承担责任？我是他什么人？你又是他什么人？我……延琪哥哥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不怪尹姑娘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，怕影响你们的婚事，怕皇后娘娘不高兴。你莫要怪尹姑娘，用不着你跑到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慕容他是好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身体尚未痊愈，还是早些回屋休息吧。我不要紧，千万别因为我而影响到你们。尹姑娘，你千万别多想，延琪哥哥只是一时气愤着急，他绝对不是有意针对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延琪哥哥，好一个延琪哥哥，叫的还真亲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多年的习惯，一时改不过来。好习惯。